啊，这边是插国旗的绿营比赛时插的，插旗子的。是皮划艇。这边这个有河道，这边又是河。呵呵。哎呀，1700-1750，冬天，好像夏天还是和成都差不多，温度要低点。我问一下那个，这个皮划艇在中国是哪一年举办的？皮划艇在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？皮划艇在中国开始流行，主要是在2004年之后。具体分析如下：2004年之后，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冠带来突破。2004年，孟关良和杨文军在雅典奥运会男子双人划艇500米项目上夺冠，为中国水上项目带来奥运金牌令的突破。这一成绩极大地提升了皮划艇运动在国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，激发了大众对皮划艇的关注和兴趣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未免引发关注。皮划艇一个装备需要多少钱左右？皮划艇那个艇。皮划艇装备众多，以下是常见装备的价格范围。皮划艇本身，充气式皮划艇，单人的一般80元到600元左右，1000到3000。主打海边户外专营店713单人船档，售价86.13元。双人的价格在180元到400元上下，比如 Intex 海鹰号双人充气船到手价383.52元，三人及以上的300元到2000元左右。Bestway 3人加厚充气船领券后低至99元。银口式皮划艇，入门级的通常1000元到3000元，专业竞赛级别的可能高达数万元。船桨，普通塑料桨，价格大概在100元到300元。碳纤维桨，质量较好的碳纤维桨价格在500元到2000元。救生衣，普通救生衣50元到200元。做迪卡侬的一些皮划艇救生衣，专业救生衣，具有更多功能和更好福利的专业救生衣，300元到800元。防水服，湿式潜水服，价格在100元到400元。福山诺斯达连体潜水服价格为135.9元。干式潜水服，一般800元到2000元左右。其他装备，防水袋，普通手机防水袋100元左右，大众防水袋200元到500元。充气泵，手动充气泵50元到150元，电动充气泵200元到500元。皮划艇运动员一般多大年纪开始训练？皮划艇运动员开始训练的年龄通常在12到16岁左右。以下是相关分析：身体发育角度，12岁左右，青少年的身体开始进入快速发育阶段，具备一定的力量、耐力和协调性基础，可进行基础的皮划艇训练，主桨法技巧。训练点，14到16岁时，身体力量和耐力进一步增强，可逐渐增加训练强度与难度，开展更专业系统的训练。心理成熟度角度，皮划艇训练需要运动员有一定的专注力、自我管理能力和应对挑战。
皮划艇运动员一般是从12岁开始到16岁。这边就他们基地这一片儿，这个就是这一片都是，这边也是，这边是河道。就这个地方上面一直有，这边还有，这上面有水比较平静的那种。训练基地，这里面就是栏杆。这边的水就是静止的。训练基地。在我们那边画的这个房子，这边河水，它是从那个前面那个河，然后一分为二，这边引了一点水，主河道的左手边很宽，100-200米吧，也至少100多米以上。这是安宁河，这边水它专门就通过这边制造那个人为的那个水流就很急。我的家的在前面那个亮灯那片儿，慢慢还要走几百米，500-600米至少。这个酒店每次都爆满，和美一家。这个是我们家那个楼盘那个就搞了个酒店。这个房子的话，这边房子是第一期，我们那边亮灯那边那片，这片亮灯的，就是后来还有别墅那种哇。这个别墅太密集了，包括绿化空间都没有，停车都开不进去了，停在其他地方。这个楼盘也是，这个海棠，叫啥？就一下我搞忘了叫米啥？这个是一个老板搞的，一个老板搞都是他的。这个是老新一点，这个是旧一点。我们的朋友的那边买的有房子，它是在高速的出入口位置，交通很方便。但是这个就我们那边卖菜要麻烦一点，我们这边住的没有我们卖菜的农贸市场没有，对面那边呢就有，这边那一片往里面走，那边好像有那个像成都的太古里那种商业街，那种很多卖吃的那种，就打得比较好。没去过还没有，明天我准备这几天去一下吧。然后周边旅游景点都基本走完了，什么龙洞啊，就是洞穴那种，还有梯田，还有是水果园、种子园那些，基本都去过了。这边的所有景点基本全部都去了。
这多少？1、2、3、11个，应该200、111谁11？不知道。宝宝刚教你的那个动作看到了吗？对，低一点。OK， 跑。点赞了，点赞了。对，他现在又放了，又画一个爱心，我给你拍个眼丝。啊，等会儿我。没事，不影响。你的狗好漂亮啊！画个爱心，你感觉是爱心的图吧？快一点画。不要拉，正常画，你感觉是爱心的图吧就对了。这个地方打造还可以，就是这下面有吃的，主要是吃的吧。楼盘里面搞的商场、吃的、超市，这些这边打造很好。明显这个所有楼盘里面，这个楼盘价格最贵的，最新嘛。对面叫啥一下搞晃短路了。这个空白这一边的话，就是全是绿化，因为它挨着铁路边，就没办法修房子。往左边那边就可以修，这边全绿化的一些，有个公园叫啥什么山地公园吧，山地公园。跑不得，是送外卖的。他们放烟花那些环卫工人第二天都要全部打扫。反正干干净净的，这一片没有限制的，随便你放。前年我们这个河边那个枯萎的那个草那些，鹿尾党那种，就是几米那种，像那种枯的树杈、树枝那些，好多有个那种，他们在那儿放烟花，把引燃了。这对面就是消防队和公安局那边。派消防车进来没什么用啊，就开那个一个火也烧不过来。它这边有树枝嘛，这边有，这河边还有10-20米，全部是个草那些。看了一下，他说不用管了，我们不用去扑火了，没用，他那个草那些干了让它烧吧，烧了之后后面也就烧了1-2个小时，后面烧干了。那边这边。应该也就是100平米有没有啊？应该有100多平米左右。它那个周边那边就没有了，它旁边挨着水那些，就自然就没有，就自然就熄了，就没管它。刚开始火烧好高啊，窜得很高，窜到应该这个灯那个地方，距离这边还比较远，还有几米吧。那边火苗冲了应该有5-6米吧，很高。后面那个一看，火冒那么高，打摇小酒，那车子那个消防的那个跑过来看，这边考察一下，就不用扑那个，没必要去扑，让他自己熄。那个晚上搞得有点紧张，其实观察没有影响，因为你这儿看的全部是树嘛，树左手边还有很多那个枯草，还有那些草长得很高。高度应该在，反正5-6米啊，7-8米都有。那前面还能放，就我们那个16分44秒。就我们那栋房子对面，那有个公共卫生间，到那个地方就走不了了，也不是走不了，就这个有灯的那种，这个绿化那些打造的那边就结束了，没有了。但是可以一直往前面走，那个走的话，那个。有个河沟引的水，它那个路很窄，就是那个水做的嘛，那个比较高，高度比较高，应该有5-6米左右吧，宽度应该有个50-60公分左右，1米都没有，50-60，就人在这上面走，稍不注意就掉下去，所以比较危险。
那边就没打造，因为往上面走有个水库，往上面几公里有个水库。这边这个河是安宁河，安全安宁远的宁安宁河，它是有320公里长啊。然后它是汇入那个雅龙江，就是那个一个民间一个支流吧，好像是。这边呢，往下走路不？走不走路啊？走路不？哎呀，抱了很久喽，走一下吧，运动一下，走。听那个声音嘛，就是火车的声音，呼呼呼呼呼，那个声音就是货车的声音。他拿那个啥铁矿石那些，这边往潘岗那边运的，这是铁矿石，应该是。每一列的火车好像每一趟挂了应该34节吧，多少节？有5、60节的，但我看几次有时都挂了33、34节。他也没装多少，没装满，装了3/4左右。OK， 准备这边，我到前面结束吧，终点结束啊，在这儿结束。再往前面走吧，再往前面走，还100-200米就到了。这个画质有点夸张了，夜景没有开夜景模式。其实我觉得普通模式画质亮度也可以，在晚上啊。这个数据直接就不用加工了，直出，直接上传，不用加工码，每个发几个小时导出。每一个档案就是每一个视频的体积大小都在17点，将近18个 G 左右，时间29分钟，29分钟应该是半个小时吧，应该是1080P 吧，还是1080P。4K 的话，好像是16-17分钟左右。走了，慢慢走，走路。哎，你慢悠悠的，不急了。哎，我糖呢？还有糖啊，还有2个。看外面这个树枝，这个树还有草长得很深那种。走吧，这看不清楚了，黑乎乎的一片。这个大白兔出来波波里面，什么情况？我爸爸，我纸准备好了，刚刚之前纸准备没多少。要把屁股湿巴巴给擦了。来，我擦屁股，没有我爸爸呢，感觉就是这个，来，擦一下，那可以干了，看一下，一丁点，这个纸我是在那个卖烧烤那个地方拿几张纸，因为擦嘴巴嘛，我纸都用光了。然后我在那个刚刚之前他拿了湿巴巴，有点稀这个有点不干那种。然后我把我手上呢准备了应该7-8张纸吧，全部用光了。然后呢在洗手间里边、卫生间里面，然后我们那个纸给它擦屁股擦了，后面基本擦干净了。然后没有收水的这个没办法，就有点湿。后面我发现我屁股里面还有1张纸，然后我马上把它收干净了。所以出门要带很多纸，就要给他准备。我爸爸一般湿巴巴要捡，然后有爸爸肯定要把它捡了之后丢垃圾桶。
看是吧？接下来我看一下发质来。哇，52分钟了，OK，我就准备这儿，是吧？前面就100米就到目的地了。